再来看2023年哦，新竹县的第8期路边有停车架放弃，造成汽车并车。监察院公布调查结果，指出讲附近的建案伫民国96年摕到建造，本地是要起13层楼的百货公司哦。经过2届变更，落尾是起32层楼、890户的大楼。监察院认为讲有真侪违规的所在，所以嘛纠正新竹县政府。2023年4月，新竹县竹北一搭路边的停车架熊熊破一空，停伫中面的车直接落落去，引发关注。因为边仔的风采52控建案施工的期间，四边的车路陆续发生5届以上崩落去的事件，民众质疑有关系。监委介入调查，发现有真侪项重大违失，而被宣布纠正新竹县府。我们认为有难脱为特定个案量身定造。更何况新竹县政府这样的一个处理，有史以来也是绝无仅有，就这么一个案了哈。监察院也函请行政院要求所属的单位确实检讨改善，因为这个建案对2007年摕到建造，规划地上13层的商场，煞连续2届重大变更，落尾是变做地上32层、890户的住商混合建筑。监委提出5大纠正理由，包含政府票收了后放令用途的限制，严重伤害到政府的公信力，都市计划审议的同时有出重大问题，时间监督管理机制失灵等等。真的是厂商知法玩法，你看看他自己都很清楚，这本来就是商业用地，只能做商办或者是旅馆等等之类，可是他把它变成住宅用地。高考进前，新竹县府对监察院纠正案也未有相关的回应。不过，相关的案件，新竹地检署也继续侦办。针对新竹县长杨文科涉嫌多利建商、防疫机构违反建筑法令，和风采故意库复工。去年7月，检方按照贪污治罪条例，多利罪嫌起诉杨文科等人，但是杨文科伫出庭的时强调绝对无违法多利。高视新闻采访报道。